阿妹，让我开单，开单，你让我开嘛喏？我同阿基讲好的啦，还有你下组头最严格相亲啦，做安尼啦，怎么恨阿妹啦？韩朝真，你认真在干嘛？你的话被选上了。即使跨过世界的尽头，一无所有，不停地追求，身在一片迷彩的天空，寻找天使留下的花朵。哎，这很危险啊！我给你介绍啊，这是我哥哥的女儿啦，她叫鞋子。你好。